好，开始新配型，开始配型。好，1638年正月先搁再一次向大家回息咧吼，歹势，我今仔临时有代志，暗时出门，拄则赶转来安尼。1638年正月24吼，有3只容器船载着顶一篇共款的号码吼，转来白头甲厦门，白头这是地名吗？捌听过吼，这个所在叫白头甲厦门，其中一只载有45个人，另外2只各载有15个人。今仔日有一只容器船对厦门抵达，载有35个人，载来下日的号码1200个做糖桶的茶帮，1000罐的西那麦仔酒，2拉斯的米含12担白砂糖。好，正月25，有一只容器船对打狗载着伫遐所掠着的咸鱼来到台湾遮。正月27，拢无船只出入，也无代志。正月28。OK， 28就落长啊吼，是讲正个真好练吼，有遮好练。好，正月28，迄只艇号已经足久的快艇 Old Water 号已经到台湾咯。迄只快艇是伫咧本国月11号航离日本以后，伫舰内处地途中遭遇着真侪强烈的暴风，因此离开日本了后，前往西南沿海，然后才渡海来台湾。有数处无法度通升航，因此航行17天了之久，就是航行17天遐尼久啦吼。所在号码有18万两日本丁元，47000斤铁条，7800斤樟脑，65000斤白蜡，45斤做炮架插头，130支栗木。这个栗木其实早讲空主飞是无啥物意义啦吼。嘛是早一个吼，因为台湾真正有台语有叫这种菜叫法，含空字辈可能无，含这个汉字可能无啥物直接关系，就是可能要用别个汉字写，袂去用这个汉字。查看觅啊，叫做这里读做烈吼，烈还是乐，快乐的乐吼。猎木还是落木吼，130支落木的插头，60支落木的棒仔，802支杉木棒，长度2倍的管号内底写，毋知你晓得吼？根据送货单，上述号码开费了543000毫吨。议长库库巴克伫个正月10号的内批，甲长官 Vandenberg 阁下，这是啥物意思？可能绕到一个字吼，下日的详情吼，详情是啥物意思？对注卡看一下。这是讲是海牙中东岸管吼，海牙啦吼，海牙中东岸管，该函有2段叠落伫下面吼，就即张批有2段是叠落伫下底吼，咱来看吼，哇，笑破了吼，天鹅绒进价5里尔半甲5又1/4里尔吼，卖到10两又搁2钱银，进价4里尔半甲含4里尔搁1/4吼，4分之一啦，吼，歹势。
卖到9两3钱5分银，正价3厘半含3厘个4分1的，卖到8两5钱银。即寡好物现在比以前搁较有销路，会当送3000外匹去。迄32匹正价2两值6钱的，已经当做礼物送出去。阮希望讲阁下运来阁较侪红色的吉利面，价钱毋通举悬，才会当推销出去。若是运来5000匹，只敢若会当以5两银的价钱来出卖，请阁下下令拍开纸包，检查红色的吉利面的时阵，爱随重新甲含原来安尼相款全部用纸佮包起来，以免也变色会变白吼。根据生理人的讲法吼，安尼会当加卖1钱到1钱半到2钱的价钱吼。照因的习惯吼，爱卖100匹，敢若会当温存拍开10匹到12匹吼。剩的迄寡就照拍开的价钱来卖吼。将需求2万匹白色的吉利面，也需求红色的西灵200匹，有232，有稍等下，有大家对啥？目睭刷回去，转来才找无啊！哦。232等下，fine， 有232匹卖到6两银吼，46匹年色无好诶，以5两来卖吼。双面红色诶西灵正价4厘半含4厘甲3厘又搁8分5吼。卖到8两7钱含5两9钱，需求是300到400匹，迄956匹。圆滚的精灵吼，正价是2厘半，卖到4两3钱含4两。而迄寡215匹正价2厘又搁8分之1的吼，的精灵以3两来卖。迄寡空蓝布原色的卖到1两4钱6分，票价卖到1两5钱6分。迄寡应该是黑蓝色哦。我查者褐色，较早捌查过啦，袂记啊。是黑，毋是黑蓝色吼。迄个含蓝色的，以1两1钱5分卖，这是一项真好的商品。迄28匹白色空眼布拢以1两6钱来卖，需求5万匹。安尼，这将比其他原色的空眼布会当加得到1钱银到2钱银吼。满色票价的满色当卖到1两2钱，无票价正价3钱到6钱，卖到1两又搁7分。迄寡正价比3钱较低，以4钱来卖。迄寡正价1厘也会当卖到2两4钱1分。整个行情也为如此，因此会当大量送来票价含无票价的红色的金色正价1厘8分3，会当卖到2两7钱5分。迄寡正价1厘4分1的，会当卖到2两3钱5分。迄寡正价1厘含1厘8分1的，卖到2两1钱7分。需求5000匹，按照送来的样品的金色，迄寡乌色有花样的缎，会当卖到7两8钱缎啦吼，应该读缎。迄寡无花样的以7两5钱来卖出。根据商人的解说，若是运来4000到5000匹，价钱就会当减少差不多1两银，因为数量的
缘故，若是会当处伫跨度像迄寡跨户有花样的行龄，就会当卖到10两文以上。迄寡定上色双面的地苎麻迄个苎啦吼，苎久无读，我阁袂记啊。茶苎茶啦吼，茶是茶。苎麻读做茶啦吼，或者是吐麻、茶麻，毋知是对种啊？茶布、芒场茶，芒达吼，芒场茶、栽茶、茶衫、布茶，布茶毋是布袋吼，是写布袋，我毋知这是啥物物件。报厝放送迄个报啦，我咧药是毋是汉字写毋对？布袋，草的名就是，所以土就是草的名，所以土麻，甲读土可能较对。茶布、土麻，好，即个准过，继续读。迄寡上色双面的地土，还是地茶，正价是5里尔3/4，运400到500匹来，就会当卖到，约会当卖到7两半。已经运来以3两来卖，运300到400匹有彩色线条的端来，会当卖到约9两。迄21匹送来试销。正价5里尔的已经以9两7钱卖出咯。将来需求200到300匹的蝴蝶，都植有花鸟多样的海鱼，今年的售价超过2两8钱5分。若无利润就真少咯吼。迄39个运来做样品的秋龙，以4两3钱卖出咯。需求是300个，也需求10担红色加链过的丝，送来以后就卖到500两，已经运来以一斤6两5钱来卖出咯吼。迄寡上色的丝色，伊上色应该是讲有泥色啦吼，台语安尼讲怪怪吼。台语袂讲上色吼，上色吼，这是伫华语讲法吼。迄寡已经有泥色的丝丝，以每一斤4两3钱来卖；乌色的丝以每斤4两出卖。可能的，若有可能送来5到6担乌色的做样品。安尼，议长库巴克阁下所需求，爱对台湾运去日本的上好卖，又阁上有利润的，是若好超过20吨的黄金的价值。乌色含彩色的跨纹布，银缎、汉娜色缎，彩色含乌色的地土，圆形岛，而且卷起来海鱼是海黄啦吼，我毋知这是啥物布，小束。细束的吼，而且金色丝线的粗管丝，因为将来无利可图，所以毋通阁运去咯。所有已经有利可图的，以及抑阁会当有利可图的商品，根据伊阁下伫日本的计算，会当达到38到39吨黄金的价值，考虑到。为着要会当用现款支付新仔人所购买的货物，以及为着内陆交易所需要的黄金，上述的库巴克阁下若继续欠落来，欠一寡顶斗所借贷的15万两银，抑阁另外以1%半的利息，就是 1.5% 的利息啦吼，借贷了20万两银，这对伫
继续开拓繁荣起来的西南贸易，真有帮赞。第奥特号将是后一次要派来台湾的船，煞接是第 Patton 号，要运来主要货物有米和小麦，因为烦恼累积号会较晚一点仔航离日本，因为爱听候对日本内陆所运来现款，无定还阁会当赴航到台湾。但是将因为季节过去，因为季风来无法度前往巴达维亚咯。库库巴克又阁讲，葡萄牙的指挥官 Don Francisco Castillo 和伊的随从伫个Nagasaki被严厉监视，伊敢若会当被指定的，和指定的翻译员交谈。葡萄牙人要去宫廷，也被禁止经由陆路前往，因必须爱伫个准年过年吼。又阁讲，伫个油马着阿里马吼，伫阿里马的庄脚，农夫起来摕武器去攻击所有的贵族甲市民的房屋，放火烧厝，拍死一个贵族。甲村内的人赶入去城堡里。这场革命的原因是数年前，因为皇帝命令派阿里玛原来的领主迁徙去另外一个所在，另外一个地区，由现任的领主的父亲来接任迄个领主。原来的迄个领主离开的时，互伊大部分的士兵和贵族继续留伫阿里玛吼，但是颠倒是上述现任领主的老爸，却甲伊大部分的人员同齐拢带来吼，新来的人甲老居民的收入拢甲抢去，占做家己的，互迄寡老居伫遐的人为着要养饲因家己的妇人甲囡仔，只好爱去参与去种作。新领主对此也无满意，下令即寡人和村内的农夫征收各种的税金吼，征收真侪米。做到迄寡农夫无法度通交纳，迄寡纳袂出来的人，就被捆绑起来，用长而宽的大草做成长的外套，甲伊的身体包起来，然后点好烧起来，就是用草烧包起来，甲点好烧就对啦。伊伫毋若受伤。有一寡人也完全烧死啊，甚至有寡人家己投河自杀了，甚至甲妇人人裸体用骹吊起来，对骹倒吊，安尼可能是倒吊吼。即寡代志，迄当阵是伫个现任领主的父亲、现任领主的老爸老舅当地情形之下所做。但是现在领主定居伫个江户，想要倒伊老爸骹步，因此命令伊指定的官吏将伊搁较严厉的行动来逼迄寡农夫来纳税，造成即寡农夫绝望到如上所述的状况。有几个主要的人物因为无愿意因的妇女和囡仔遭遇到因将会受到的残酷的死亡，所以家己甲因杀死，算家己的妇人人甲囡仔拢杀死吼，再来和官府扯拼吼，剩死的就对啦，剩满死的。伫个長崎湾海湾的南边吼，伫个阿里马，就好似阿里马对面油马吼，油马伫油马对面正对面。
海水低潮特劳啦，海水特劳的时阵会当行去阿里玛的一粒岛叫做阿玛萨，会当行去迄遐农夫知影即个代志了后，也起来反抗政府，杀死官吏，甲其他的官员对立去请报哩，家己做该岛的主人，并且去攻打因的附近的地区，因为因的主人讲是 Krutz 的人 ，Krutz 啥物 ？Krutz 下底主角写是讲是叫做卡拉子，长丁唐金唐长条的长长条啦大长条长丁是丁优美天丁迄个丁长丁的主人是提拉萨瓦卡塔卡。兵庫の神，好啦，这无重要，反正就是因为因的主人 Krutz 的人，就是拄则迄长丁的人，以前困扰过因所以因就去攻打除了即个该岛的即个做即个家己岛的主人以外，去攻打附近的即个人Krutz 的人，长丁的人，住伫个庇护北平约65海里的村外的长丁的人听到阿玛萨的人即叛变就派出37只大小商船，载着士兵，打算要去挺发。要去处罚迄几个重要的叛徒，但是因到遐以后，被因家己的属民来拍败，强要去互拍死迄寡船只被烧毁坏去，有一寡人被活掠。上述的即个岛，因为每一年会当缴纳价值40万豪吨的米，互因的主人。Krutz 的人就是长丁因为安尼来有名声即个岛，即个暴动发生以后无偌久，尤马的基督徒公开加入农民，受到热烈的欢迎。因甲所有日本的庙寺烧掉，建造一个新教堂，内面设有玛利亚的像。因的所以这是天主教因的部队拢摕有维有一个12架的机器就是一支机啦，有画12架机因的部队啦因即个12机因无论是拍赢还是拍败，拢是为着因的上帝而拍的圣节，并且全国来呼吁。现在正是起来为着迄寡老基督徒的血和老迄寡牧师无辜的血，来为因报复的时机咯并且是为着因的信仰而死的适当的时机咯，因是安尼宣传的因此参与的人愈来愈多，估计约18000人参加。包括着农夫甲基督徒，即群人当中约有43个人计划要入去尤马的城堡，要伫迄内面甲迄寡逃入去城堡的贵族杀死。这发展这么大条，应该是若真正去查日本的历史，应该查会着啦但是我们毋知要安怎查因以恳切的请求和互人相信的承诺，核准进入该城堡，但是城堡里的人因为猜疑，拷问其中的一个人，所以发现因的计划，因此甲因拢掠起抬头啦甲因的头壳插伫个城墙顶，
展示互因的朋友来看。有马附近的道路拢派士兵驻守，效果如何？犹太时间分晓。我来 Google 一下看找着无？1638年，伫个阿里马，或者是长家即只暴动吼。用安尼来测啦，我毋知要安怎测。1638年，油嘛油嘛。油嘛，長崎長家暴動，好，这里啊，叫做岛原治乱吼，这是历史上的叫法吼。我看嘛，这是。Wikipedia 日本版的，我都看有啦吼，我看中文版。日文的叫法叫做西马巴拉诺浪，岛原治乱吼，浪就是乱吼。岛原叫做西马巴拉，岛原治乱。好，中文版看卖啊，看含拄则记的。内容差侪。岛原治乱又搁称作岛原教案。教案伫即只意思是，教会的案件啦吼，宗教方面的案件吼。岛原教案是江户时代初期发生的日本史上上大规模的，因日叫做。一揆吼，但是即个揆我是读华语的音吼，一揆是日语是读做一起吼，一起，揆是揆要哪讲哦？介意平等吼，精神人鬼吼，迄个鬼这是读鬼嘛吼啊，原谅我。细汉无读台语，我即嘛实在是一个学啦吼。我先看鬼吼，更新人鬼吼，读做鬼吼，读鬼无毋对吼。啊，一个手里边吼，摕手边吼，伊揆迄个揆是贵，搁加一摕手边吼。即字读做溃，还是贵，所以含无摕手边读法相款吼。啊嘛会使读做贵吼。咱读溃好啦吼，读溃也是贵吼。好。转来伊基要考岛原治乱的伊基要考吼，讲天主教，毋是还袂到遮，讲这是岛原教案是江户时代初期发生的日本史上上大规模的一揆含天主教教案。一揆是日文啦吼，一揆伫日本话讲法就是人民起义啦，因叫做一揆啦吼，一揆吼。你若有咧看日本的大和剧的吼，加减会看到即个词吼。OK， 也是幕府时代结束进程的最后一场内战，就是幕府时代结束，意思就是明治维新啊，明治维新进程上后一场内战就是即场啦吼。啊，江户时代就表示已经是迄个德川家康掌权以后的代志吼，所以即个岛原治乱是伫即当阵吼，咱即马读1638年吼
会当无人称作岛原天草之乱，岛原天草一溃哦。内乱的成因是高压政治、动射等等，所以和咱拄则读的内容差不多哈。咱来看卖啊，详细部分我都无爱读啊吼，因为家己个定就是足详细的部分我都无爱读啊。咱来看宗教原因甲经济原因啊，这应该和拄则读的差不多啦吼。天主教对1549年由耶稣会教士方济各吼方济各沙勿略哈，方济各沙勿略首次传入去日本了后，这是天主教的国古教哈。伫1549年传入日本，教徒人数激增，特别是伫个九州、京都和江户地区。伫个九州西部的岛原，伫个信奉基督宗教的大名叫做。大名就是英语当中的将军啦，吼，大将啦，吼，我嘛毋知这大名哪个藩主啦，就是因一个藩国一个藩国的领主嘛，吼。其中有一个领主就是信天主教，伊叫做小西行长，我读华语吼，汉语叫做小西行长吼，小西行长，伊的影响伫即个领主的影响之下，所以。九州西部传教活动真旺盛吼，绝对是足侪人倒咧信吼。天主教的扩张引起传统的佛教和神道教的反对。1587年，咱即马咧读1638吼，这是真正的代志吼。1587年，丰臣秀吉正式赶着即寡传教士，宣布基督教是邪教。然而，教徒数量却颠倒是直咧增加，一直到17世纪初的时阵，已经到70万人。即当阵正是德川幕府准备要统一日本，信奉天主教的地方诸侯成做政府特别征讨的对象。1614年，幕府领令所有人必须要弃教。哦，这是日本那边对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的打压吼。过来，咱来看经济原因。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主张要闭关锁国的政策。吼，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16年下令禁止除了那加萨奇和平和两个港口以外的对外贸易，吼，就是敢若这两个港口会使，其他袂使吼。那加萨奇和平和，所以大明就是对来讲，迄个领主啊，吼，失去了贸易的收入。其实，无这是我误会吼。其他邻国，虽然德川家康伊统一日本了后，但是伊迄大名也阁有地位吼。但是因失去贸易收入啊吼，所以转向对领地民众来增加税收，来维持因的收入。岛原藩主叫做松村重政，松仓重政吼。松仓重政哈，伫1621年开始建筑岛原城，并且镇压当地的天主教徒。因后生叫做上村胜家、松仓胜家哈。上村胜家更是以占卜闻名。1634年起，岛原和天草地区连续发生天灾，搁较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所以1638年就是安尼来发生了吼。好啦，内容我就无爱读啊吼，反正已经足乱了吼。这是悲伤的代志。好，咱转来日志遮吼，10月22分啊，10点22分啊，歹势。读到倒位啊？哦，好，这篇读煞吼。
正个二倍吼，特别你记，因为对日本来迄只 old water 来到台湾嘛，所以就甲日本的消息送过来吼，所以透过船甲批载过来，日本的消息就传到台湾来了吼。正个29，今仔日开始用公司的小船含一只西那人的用客船来落迄只 old water 对日本来即只吼所载来的现款甲其他的货物。正个30，有2只用客船对打狗做伴吼，前来台湾，再有咸鱼甲茶甲茶啦吼。要行好用的茶。正月最后一天，上述用客船当中的一只航回去烈士，载有17个人，敢若载有咸鱼。今仔日也有11只用客船对打狗和遥港来遮入港，载有和拄则讲的相款的货物吼。过来是2月1号。2月初，伊有2只用客船对淡水来到台湾遮，载有鱼甲茶货。今仔日船主沙亮对西那沿海来到港内公司仓库的头前，伊带来丰富的西那货物和商品，有350担的西那青丝，20担的黄丝，10担毋知啥物丝，空白啦吼，毋知啥物丝。10000匹白色的西宁，8000匹的白色吉利面，3200匹大含水的精灵，84件西那的黄金以及其他货物，粗略估计总价值是15万里尔。上述用客船载有180个人，包括运上述商品来的生意人和船员。上述商人报告讲，船主本着和老爷的用客船，也搁载有丰富的水甲丝制品，将要军队前来吼。这2只船伫咧上述沙量要前来的时阵，已经安排好要航来处队吼，已经安排要来台湾了。再有和上述用客船同款的货物，但是迄寡货物和生意人被一竿留落来，因此上述沙量的用客船就先出航来台湾。今仔日有3只商船出航，就是2只剑龙厦门，另外1只剑龙安海，即敢若载有对因所运来货物所处置的日本军。是，即敢若载有日本军啦吼，即日本军是因载物件来所换的日本军吼，含每一只搁载有60担的螺仔肉转去，合计载有460个人。这是2月初1。等下哈，看。2月初2有3只用客船做伴前往烈士，也有1只前往厦门，即敢若载有因伫咧福尔摩沙所掠到的咸鱼，合计有55个人。2月3号，2月3号到后回再来读啦吼，因为我得看一下笔记。今仔是有较慢，我咧想讲是毋是爱加读10分钟尤其是逐个咧放假伫厝诶闲闲哦。来，我看一下笔记吼 ，YouTube 就好啊。安尼吼，好，来，我搁加读10分钟。楼骹有新朋友，甲你请安一下吼，小贺叫小贺吼。好。你嘛是我的朋友。安尼吼，好。继续我可能即篇读煞，可能
可能就5分钟啊吼。2月初3有一只用客船对淡水来到台湾，再有咸鱼。歹势，即寡技巧吼嘛是爱照读啦吼。今仔日平地船电 order 号对日本前来，趁着继续操过来海风来到港外的停船处，为本馆载来下日的货物17万两的日本丁元，367支杉木棒，367对杉木棒含200支钉的插头，金额加上开支的费用，总计是487毫吨。对议长库库巴克阁下写予长官 Vandenberg 阁下，数期是1638年正月24号的内批，来知影讲下日即寡情形。灰仔、红色含绿色大的彩绘盘仔，正价是每100个8里尔的，卖到20两银；正价每100个4含5里尔的，是你写啥我看无介好。卖到13两银，啥物叫做100个4甲5里尔？我都看无吼。以前咧写进价每100个4和5里尔的，卖到13两银吼。迄寡大个蓝色的和白色的盘仔，正价9里尔，卖到15两5钱银；迄寡正价6里尔，卖到7两5钱；迄寡红色和绿色的碗，正价6里尔，卖到6两5钱；蓝色和白色的碗，正价4里尔，卖到5两。一个碗5两，迄寡红色和绿色彩绘3个一套的碗，正价是每1000套10里尔的，卖到10两银。迄寡细碟仔吼，碟仔就豆油碟仔吼，豆油碟仔碟子啦，小碟子细碟仔，正价是每1000个10里尔，每1000个30两银来卖。相信将来灰仔和明环，因为新仔人运来遮尔多，又搁遮尔粗，伫日本无法度搁像较早遐尼有利润咯吼。再运气的新仔肉桂吼，也敢若是会当卖到6两银，颠倒是相对呢，东京的肉桂会当卖到38两银吼，38两5钱银吼，差要6倍，差6倍，超过6倍。此外也提起讲油墨含迄个阿玛萨的叛变吼，叛变啊，即个叛我若一直读毋对伊。我查一下吼，叛变的叛吼。哦，读做搬啊搬，读做搬哦。等下吼，我查一下啊。查一下啊，代理店，台湾代理店是读做搬，真正拢搬的，我拢读毋对去。拄则你读迄个阿里玛即个动乱的时阵，即个字出现足侪遍，我拢读毋对去吼。读做搬吼，反乱就是搬，搬心，互伊搬去，这是搬吼。搬出就是叛出被搬出走嘛吼。搬业，我捌听讲。搬，这毋知啥物意思？搬山田，搬山产啥物意思？对重大犯人没收伊的残园，就是抄封伊的田啊，一种罪啦吼，一种处罚啦吼，叫做抄家产。对，但是这只是田园，我毋知是毋是包括着厝呢吼，搬山产啦吼。搬山产，好，搬心是背叛心啊，逆心。搬神就是公神迄个神，神是臣子迄个臣吼，君臣迄个臣吼，搬神，搬党。好啦，我甲一所有的书拢读一遍啊。
主要是为着要家己爱甲即个字记起来吼，方便吼。此外即个议长库库巴克写互咱的批嘛是有提起即个阿里马、尤马，伊即只船是对淡水来的，为虾米会库库巴克会对淡水寄批来？哦，毋是，歹势看毋着，是今仔日头一句，头一抓顶头写讲，今仔日变落迄阵 ，Dan Alter 号对日本进来，所以是日本来嘛毋对。库库巴克是伫咧日本遐一个议长吼。库库巴克伊嘛提起讲，尤马和阿玛萨的叛变，讲为着要以上严厉的方式来处罚即寡人，哎哟，恐怖！咱来看觅，议员。伊达科拉内西恩岛呢？哦，伊这拼音拢写袂准吼。日本音在咧写啥？我看伊有注脚会对写吼。议员第二个注脚写讲是板仓内线店，板仓内善店吼。搁一个叫做板仓内线店，就是伊达科拉。内西岛呢？好啦，歹势，伊无重要。反正即个人吼，即日本人伊是议员，该动两位贵人，皇帝之命前往遐，就是尤马甲阿玛萨遐，并且派Governor Findado 呢和萨布罗塞曼岛呢，吼，你恁甲拢日本人，我看嘛，芬达岛呢是飞弹店吼，飞弹应该日本地名应该是飞弹吼，这里我黑白念的吼。另外一个是神原直吼，这都无重要，反正这日本人就对了吼。并且派这两个人吼 ，Governor 费达岛呢，甲萨布罗塞曼岛呢，前往Nagasaki。但是，先爱按照上述皇帝的旨意，爱护互尤马甲阿玛萨的领主，伫咧无任何其他领主的协助之下，先用因家己的力量和武器去消灭因家己的恶劣的属民。因为上述的革命是因为因统治无好所造成的，所以无希望去连累着其他的领主为因来闹费。因爱家己先去闹费，伊真清楚，尤马领主的军队不过是2500个人，要用来对付9000个人。阿玛萨领主的军队是4000个人，爱来对付13000个人。用这种力量要去处罚因的恶劣的市民，依其治时是真困难的。明知影困难嘛，要叫因去送死就对了吼。不过，因为上述领主因被打败的时阵，不过伫上述领主被打败的时，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都爱全力去制止镇压上述的革命，都爱全力去镇压就对了吼。伫咧尤马邻近附近的这个刘西奥斯和七顷谷，这是地名来看吼。我看一下注脚一对5是灵造寺吼，灵造寺伊写做刘西哦吼，灵造寺刘造字啦吼，日本音嘛，伊个毋知咧写啥吼，荷兰语真正天才。好，刘造字，伫咧即嘛即个沙卡地区，沙嘎吼，沙嘎是佐贺吼。佐贺另外迄个地名叫做七顷谷，就是竹户吼，日本的竹户应该捌听过吼，叫做七股谷吼，就是即嘛福岡卡西南方个遐，福岡叫做福冈嘛吼，福岡好，伫尤马附近即两个所在吼，一个佐贺，一个福岡卡附近吼。竹户吼，一个良造寺甲竹户这两个所在，领主都爱率领16000个人，和阿玛萨接任的背后
训骨肥厚肥厚啦吼。年轻少年领主都要率领2万人优良的军队，各人去攻击因附近的上附近的所在，但是伫上述领主尚未拍败以前，不可采取敌对行为。OK， 就是叫即寡领主先去送死，拍了才真正才出兵要去攻打迄寡伏兵。用即招啦吼。2月3号已經10點37分，好，即邊讀煞，2月3號讀煞吼，安尼就好啊。咱來看一粒筆記啦吼。雖然講大家休困，但是嘛拜託用，我明仔愛上班哦。好，咱來看吼，筆記來，拍招我拄则講按捺者啦吼，按捺是例句啦吼。但是大家就講啊，即慣是因為用漢字直接用台語音念吼，按捺就敢若你寫華語，我用白話字念的意思是白話用空出白話念相關意思吼。所以其實台語會當足多另外的方式去發音去做新詞，或者是去採用外來語吼，不管是外來語是地語還是華語，所以我有時感覺一寡人講堅持講華語詞袂當用，我是感覺怪怪啦。就是講你只要有法度用台語的發音的原則去發即個音，不管你若是漢字，你就讀古書背就好吼。啊，所以按捺是日本語，但是台語已經講啊，即慣勢，大家講按捺，你甲按捺者啦。當然按捺佇日語的意思，毋若是干那有即個意思啦吼。閣有迄啥物，你若學過日本的，你就知吼。你若去到一個啥物所在佚佗吼，伊攏有啥物按內所，還是啥物，就是迄個 information center， 伊嘛是就是按捺吼。啊，所以迄按捺本來就是有迄個記接待的迄個意思吼。OK。所以台語其實就是有即個意思吼，叫你小幫我小甲按捺一下，嘛有迄個甲安撫的意思。對台語的用法就已經安尼吼。好，即個書到遮，過來YouTube 離線落來 ，YouTube 好啊，列落下 ，OK， 泥石或者是假石吼，假石、泥石、假石。伊即項物件小等下閣愛食色吼，就是等下愛黏色愛食色，做了有夠功夫，這是芭比所寫的一個例句啦吼。卡小號，叫小號歹勢，伊是寫叫小號啦吼。好，OK。另外補充拄則看到超風蠶，就是講。我各位寫半山蠶吼，半山蠶。芭比抄一個故事，咱看者林爽文事件了後，受到牽連，入甲吼，關甲離死吼。由伊的長媳，就是伊大新婦黃端娘，帶着伊的細囝，叫做慶瑤。另外一個是毋是叫做嘉銀吼，嘉銀吼名，應該是名吼，遷徙到霧峰去住吼。此外，大理區的林姓居民因為驚去互牽連，紛紛逃走。林爽文開始大理區迄遐姓林的吼。大理區即嘛是叫啥物所在？大理哦，台中遐吼，台中縣吼。所以紛紛逃走吼，留下約300多公頃的農產被大清甲查封收歸國有。然後即寡地佇台灣日本時代時陣，捌由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管理，租予農民經營。即寡產地因此有大拓地或者是超豐產的稱呼，因為較早是叫大清抄封去嘛吼，叫封去。
咱拄仔讲半山产啦吼，伊即嘛是超风产。好，OK， 安尼到遮，敢有人好，嘿？多谢关。敢有人要补充啥物？今仔日风台天放假，大家较无代志嘛。安尼吼，营营无代志吼，较轻松。啊，风雨敢有遮大即嘛？有啊，一阵一阵的啊。安尼吼，啊是原来就是直接扫过对，敢若是宜兰入来啊，到新竹嘛吼，对新竹出海嘛，是安尼，是即嘛是毋是安尼？我昨昏看是安尼。好，好啦。其实即种风台来无啥物代志，经过嘛无啥物，走较恐怖。迄种真正恐怖是走了后吼，迄风哦足大，风无一定足大，雨一定足大吼。所以大家较细腻的即两工，啊，希望大家平安啦吼。安尼我准备要来困了吼。大家好，大家平安，多谢大家，感谢关房咯。好，多谢关，多谢大家。